收車嗰陣發現天窗玻璃裂咗，你哋會劈幾錢呢？1萬、2萬，夠唔夠？我返嚟整咗5萬蚊啊！好彩有保險，本身呢架車係零出險記錄嘅，換咗個天窗玻璃，工時費8000蚊。呢塊玻璃要拆，後尾門都要拆埋，因為你見到天窗塊玻璃咧係從前到後連貫無縫銜接嘅，幾乎呢個油漆13000幾，曾經係波子最 hit 嘅。不過我唔知點解喺 McCann 用咗貫穿尾燈之後咧，啲卡宴 Coupe 揀呢個色，我突然間覺得佢同啲 McCann 好似樣。所以呢個19年6萬幾公里嘅卡宴 Coupe 本身開價60萬應該企得住腳嘅，但係因為呢個出險記錄58萬8算數啦，佢列住唔會漏風，更加唔會漏水嘅。但係攞幾十萬出嚟買架二手車嘅人接受唔到呢樣嘢，所以肯定要整備。選配咗21寸嘅大鈴，咁啊有個7萬蚊嘅豪華套裝，所以有電級門啦，有通風凳，有 Bose，有埋 SC 添嘅，360度環車影像啊，無時進入啊齊晒，就爭個真皮。所以你見到門板上部啊、標台呢啲位咧，鋼索係差啲檔次。睇張發票103萬幾，當時交完稅買齊保險上路應該115、6萬噶啦。一手車全車冇事故，揸5年打5折應該夠力啦啩，58萬8，有冇人欣賞？